歡迎返嚟澳門理想家。今日嚟到鏡湖頂睇睇有咩筍盤。呢間中層3房2至2廳大露台，總價都係200萬出頭，加大廚房兩邊任你發揮廚藝，飯廳同客廳分明。樓底夠高，仲有大露台種下花草。3房2次適合一家大細寄你哋，全屋有窗，南北通風，又光猛。對單位感興趣，歡迎聯繫我哋澳門理想家約睇。現場更精神，揾筍盤認定我哋。